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一开始，咱来关心空军嘉义基地一只 F-16D 战机11下晡坠落海，飞官弹药也被找到。找找3天，空军伫昨时证实讲，有找到一寡战机的碎片，嘛那亲像有找到镜头啊，甲一部分的遗体，即马阁爱等 DNA 比对。空军嘛强调讲，袂放弃找找。军方人员伫咧嘉义市立殡仪馆出入入立，家属也接到通知赶来，因为10月执行被 F-16V 战机涉事杀害的失联飞官弹药，经过3天找了超过50点钟，敢若找到啊。几点的时候找到的？让我们了解一下，人找到了就是圆满了。对，谢谢。检察官相应的结果的，先不方便说明。伫记者问题，军方正低调。掩过昨晚半暝，空军司令部证实已经找到部分机体。另外，昨下昼4点，伫咧水溪靶场附近，也阁找到弹射以下部分的组件。破损正严重的控制衫，也阁一寡敢若是人体组织。根据了解，好着的砖头啊，连着皮肤的衫裤、骨头，检方伫咧昨晚已经上验过，是毋是飞官弹药的，也阁要经过 DNA 比对。总统蔡英文昨夜去空军嘉义基地慰问失事战机飞官弹药上尉的家人。面对家属的忧心加挂念，总统当面指示国防部长邱国正加空军司令向虎基加速搜救。搜救的事情做得更彻底，是，但是速度要快，是，妈妈心里担心，是。这边的意外也和各界各在关心战机飞行员训练无用期加数量无够的问题。前空军副司令陈彦廷建议国军征召体能符合飞行标准的特约飞官，成立后备飞行大队，保强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在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疫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昨暗阁公布一个本土病例 ，CT 值是22.5，是一个高级的女学生，伊伫桃园联邦银行食尾价餐厅上班。目前伊伫读中立某一间高职，卫生单位已经有考虑接触者45个人，拢送集中检疫所隔离。那伊的学校甲伊兄弟姊妹读的国中、国校啊，拢爱停课营业。中立有一间高职通知讲要停课14天，因为指挥中心公布，校内有一位女同学确诊，伊是联邦银行办尾价餐厅，CT牛排中立中山店的员工，甲伊接触的40个人，拢到集中检疫所隔离。而大社会出来人读的小学、国中也停课1天。13日时，餐厅的门口打广告，讲规间餐厅伫咧消毒，包括员工甲人客108人。是芙蓉进行第1轮的课列采检。今天确定停业1天了哦。比较不好意思，对。好，明天会营业吗？这部分的话是总公司那边在做事。因那中立联邦银行进行分行上班时间门也阁锁掉的，之前有行员确诊，银行休1天规间消毒，13也是无营业。也有民众要来办事，已经9点了，还没有开门呢。啊！听说这里很多行员确诊，不知道啊，会很担心啊。我有看到会啊，会很害怕。今天目前不会正式营业。有几多位银行的人员来上班，银行的附近也一直拢有清洁人员伫咧消毒，因为确诊的居服员捌来这间分行办代志，行员加大组会出来人累积的确诊人数已经到15位。联邦银行发声明，进行分行暂停营业，一直到1月14。17开始会调派人力恢复营业，附近3间分行所有员工拢已经完成采检。中立确诊的人数一直增加，龙岗运动场的采检站一早起人就真多，超过上百人伫咧排队。体检的民众伤多，队排真长，每一个体检站拢共款。桃园疫情延烧，引发国人紧张。在中立的自强活动中心采检站，现场还是有大批民众在等待采检，短短1小时内更已经采检了将近200人。自有风险的所在也排甲路长，不过真侪民众人就已经来到现场啊，才知影讲疫苗的数量无够，听到了心内真无欢喜。早起3点外钟啊，要2点钟排到迄头去啊，随到随打，骗人的啦。要排队是正常的，因为是不用预约，所以一定要排队啊，不可能一个人一个时间1个小时全部1万人都打好。那我们疫苗是充足的。市长郑文灿讲，每一个注射站13早起平均拢注超过800人，是以前普通时的2倍。同时，若采检查出确诊，若自有风险，提升民众的保护力，希望疫情莫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
那疫情指挥中心伫昨下晡2点的记者会是宣布本土病例新增加14例，这是因为桃园的联邦银行分行内底群组感染又搁变严重，而且嘛有行员的家属去围着。国内新冠疫情13新增加14例本土病例，从今年以来本土一天确诊新冠纪录，包含之前确诊机服员、客妹、大家甲囡仔拢确诊。联邦银行群组各增加11人确诊，分别是10名银行行员、甲1名银行员工家属。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有1名专职病房护理师确诊，伊伫这个月11早起做完第3期疫苗了后，下晡出现症状，经过采检了后确诊。那所以到了12号早上一早，他就到他们医院的筛检站去做采检，下午就看到阳性的报告结果 ，CT 值是16。也增加1名死亡病例，是52岁本国籍男性，有慢性病史。去年12月捌伫越南确诊，后来坐国际医疗专机登台湾，迄时阵已经插管隔离治疗，不幸病况恶化，伫1月初9死亡。因为联邦银行群组已经有14人确诊，指挥中心调监视器画面发现，染疫机服员2摆到银行，各摕喙暗落来讲电话，是重要线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1月初7银行有聚餐，无共到食饭也检疫，染疫情形是重中之重。176人这边大概都有戴口罩哈，那这边在有讲电话、接电话的时候就把口罩就拿开来。重中之重是这个分行的整个的一个染疫的情况，哈，有13名行员的一个染疫的情况，那确实是在我们这个疫情现在，哈，是我们这个最关注哈的一个议题。台湾向 AZ 买1000万剂疫苗，最后一批176.15万剂，礼拜四下晡会到台湾。但市中表示 ，AZ 最近较无人做，也可能会用不了。不过这批后期到5月31日，已经准备咧。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桃园的群组感染，桃园市政府有公布确诊者的行踪，加强消毒。即嘛要求银行员工因厝内人，就算采检是阴性的，嘛爱做有风险隔离3天至5天。这个做法是比中央还搁较严格，这是为着要避免疫情搁传出去。另外调查嘛发现讲有确诊者的银行人员去新竹食饭，相关的店家即嘛爱加强消毒。对建筑物外口甲进行到喷消毒药剂，全身防护装备的桃园市政府人员13针对确诊者去过所在拢消毒。市府也公布21个确诊者的行踪，亲像伫个青埔的爱记卖场、中立环东中路的全联环中门市、中立的大润发卖场、大溪客运总站等，也拢加强消毒。桃园市政府表示，目前针对联邦银行建行分行医疗科的采检人数3013人，每个地点的餐厅也采检108人。对采检阴性的银行行员，因的家属实施有风险居家隔离3到5天。因为这个病毒厉害，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确诊者的接触者是不会做处理。那这一次我们例外，特别我们对银行目前居隔的行员就是他是阴性的，那他们的家属我们也做这个预防性的居隔。另外一个联邦银行确诊行员初8到新竹食饭，新竹市政府要求餐厅12到14停业3天清消，搁紧急通知这时间食饭的48名民众甲13名员工采检，目前已经采检的40人 PCR 拢是阴性，也要通知初9到11伫遮食饭的291个民众来采检。那我们也紧密观察，这个新竹疫情的这个情况哦。那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是零确诊哦，那我们希望现在做好防疫的工作哦，降低大家对生活上的影响。这联邦银行确诊行员初8也到过新竹县关西镇的2个农场，新竹县卫生局也派人消毒，扣列10名农场员工自我健康检测。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中兴院区有2个护理师去围着，即马伫仁爱病院嘛传出有1个护理师去围着，这3个护理师拢是专职病房的人员。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要求所有医护人员防疫措施爱做好周知。不过联合病院的医生是指控讲，其实是有一寡患者大主大意，会家己甲抽风设备关掉，安尼就会造成感染的风险。疫情指挥中心是回应讲，总共是患者违规，也是逃走出来，上悬会罚30万。
台北市联医中心院区有2个专职病房的护理师，其中一个护理师的男朋友也防围着确诊。12暗时，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搁一个专职病房的护理师采检阳性。住伫新北市土城区11早起，注第3期疫苗追加声，下晡出现咽喉痛、发烧甲流鼻水，隔天主动到院采检，CT 值是16。仁爱院区立即匡列该专责病房密切接触者25人。采检结果皆为阴性。这个护理师较单纯，初8至12，坐捷运板南线往回海山站加中校复兴站，也要去餐厅、早餐店加仁爱园区的便利商店。目前扩大科列采检39人，36个阴性，3个等待检验。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仁爱园区敢若一个单一确诊个案，无胃出去的现象。不过最近照顾的4个病人当中，有2个感染 Omicron。到目前为止，台北市联医累计有3个专职病房的护理师感染，中心园区2个是感染 Omicron。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小连续确诊引起关心。台北市政府是讲，目前台北市联医收治126位新冠确诊病患，其中113例是境外移入，3例本土个案。这2家医院的这个护理同仁照顾的都是轻症或无症状的一个确诊者，所以也了解在病室内照顾病人当中，并没有太复杂的一个治疗动作，所以基本上在病室内的机会相对的是比较小的了。目前北部真侪间病院轮流分担入境确诊者的隔离收治，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也接到陈情，有部分确诊者甲病房当作饭店，甲护理人员当作服务生，甚至关掉病房内底的抽风设备，造成医护的紧张甲安全危机。因为病人觉得专责病房的抽风设备太嘈杂，而自行关闭了病房的抽风设备，让病房没有了负压的情况。指挥中心表示，感染的患者有义务接受治疗甲检查，若做随便关掉设备，要罚3000至15000；若做随便离开病房，上济会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海外乡亲准备回来咱台湾过年，今仔日甲明仔拍算的是桃园机场入境的高峰。今仔日桃园机场有9个长途的航班，计共有737个人会入境台湾。桃园机场的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透早就去机场啊。目前已经到位的航班内底有2个航班旅客体检拢阴性。我想都还算顺利了，现在有6班嘛，有6班，然后现在有2班已经解除了嘛，已经完成了。那这2班比较多人，都是100多，然后在后面还有2班人也不多，6班大概370几个人而已，还好。我想目前都顺利。也毋过有一只华航对洛杉矶飞转来的飞行机有验出5个旅客是阳性的。王必胜是表示讲，目前检验的流程拢真顺，面对入境的高峰，机场已经增加人力、增加检验设备，而且卖增加送患者的救护车，拢已经先做好准备啊，有法度应用。继续关心飞长途的旅客，即马一到台湾就需要踮机场做 PCR 采检，嘛真正有验出侪确诊者，亲像伫昨早验死的航班，大约有180个人，就有14个人确诊，阁有一班对旧金山飞转来咱台湾的飞行机，82个人内底都验出有10个人确诊。疫情指挥中心就讲，边境的压力即马有影是真大。若今仔日拍算有4200人会入境台湾，明仔载嘛有3900多人。疫情指挥中心即马讲，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确诊者会愈来愈侪。13透早4点外，有4架长途航班到台湾，分别来自墨尔本、西雅图甲旧金山，日均人数180人，顶半天验出阳性确诊14人，阳性率7.78%。每一架厝的确诊数也是以美国线航班阳性率上悬，超过12%。桃机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表示，13下晡还有2架长途航班，差不多200个乘客会到位，阁有个入境高峰应该是14、15两天，预期确诊人数会阁较侪。高峰应该是在明天、后天，明天大概是800人左右，
确诊的人还是会蛮多的。明天的预定的入境的人数还4200多位，但是后天还是相当多哈，也是后天也是3900多位，边境的压力还是相当的大。目前入境规定爱检负2天内 PCR 阴性证明，不过医院验出真侪阳性确诊者，指挥官陈市长分析各种可能情形，包含目前国外染疫比率悬，还有真悬的可能性是潜伏期。等于是几乎，如果以潜伏假定是3天的话，这段时间入境来采的时候，就会有这5天里面染疫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应14、15入境高峰期，王必胜表示，会阁增加1倍人力，检验机器已经充足，也新签约增加救护车数量，应应付所有入境的旅客。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共款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天气拢偏寒。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的中寮，敢若7度尔。气象局嘛有针对18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咱继续受强烈冷气团的影响，高雄以北、宜兰、花莲、甲金门局部地区拢是伫10度以下。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的中寮，敢若7度尔。气象局嘛有针对18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因为水汽减少，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是大冷。只有东半部甲大台北的山区有地渐雨。那明仔载冷空气就会减弱，温度会豆豆回升。不过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同款增加。那伫后礼拜一，阁有锋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后礼拜2到后礼拜4，阁受华南喷雨区的影响，北部、东北部阁会落雨卖反寒。那中部甲南部的山区，伫后礼拜嘛有机会会落雨。虽望冷气团到位，不过因为水汽无够，玉山、合欢山拢无落雪，敢若车路结冰。因为结冰伤过骨，有一寡车全厝气弄做火。公路总局即马是表示讲，去山顶的车路会看状况开放。合欢山水之江路段路面结冰，民众徛伫个路会算甲真欢喜，无想到下1秒。后壁的箱仔车挡袂牢，直接弄到头前的轿车，现场大家大声叫，一个查某乘客赶紧为汽车后座走出来。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这个事故是12日发生的，影片传起的网络引起众人讨论。警方表示，2台轿车发生车祸，伫现场讲和解，要甲车甩去路边，佮加上路面结冰，后壁车挡袂住，结果发生第2届车祸。有辆自小客车亦因路面结冰，未注意道路前有车祸车辆来不及刹车打滑，造成再次追撞第2次的 A3 车祸。所幸没有人伤亡。水晶宫那边真的是结冰，所以游客虽然有的有挂雪链，还是会打滑。提醒游客就是行经武岭到水晶宫这一段，还有克难关，就是容易结冰。冷气团到位，关海拔山区虽然因为水汽无够无落雪，不过维持伫0度左右的气温，包括玉山、合欢山拢出现路面结冰的情形，提醒用路人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议会伫昨昏通过宗教团体以自然人的名义登记不动产的处理暂行条例草案，会送立法院去审议。即准讲法律若是通过了后的2天内，就会使摕相关的文件去办理改名。来看联合报，台北市延寿国体一栋203户的海沙厝已经达成共识要拆要改建。不过，市议员曾惠主是指出讲，拆迁的补偿每一户按算要红20万，不过拢无摕到。市议会去年是要求动用地质有备金，不过市府无同意，市府嘛无变预算。市府昨昏是答应讲，因即马决定要动用地质有备金，摕4900万赶紧拨钱。来看《中国时报》，台积电伫昨昏举办法人说明会。按算讲，2021年的营收会成长25%至29%，若资本支出大约是新台币1兆外，比去年增加33%。台积电是占咱台股宽档的3成，金管会嘛表示讲，台股的基本面是真好的，是乐观看待2022年今年咱台北股市的表现。来关心宜兰县政府甲劳动顶公所，至即马传出备案。检方伫昨昏指挥廉政署去宜兰
宜兰县政府甲劳动镇公所进行搜索，毛约谈县长林志苗等相关的人员，内底嘛包括一寡官员，亲像劳动镇长，也佫有地政处长。县长林志苗伫透早4点外时，已经互送去宜兰的地检署复讯。我明天还要上班。几多位县府的一级主管加劳动镇长王秋玲，先后被移送宜兰地检署复讯。其中交通组长吴志良、秘书处长詹成阳加前国大代表林淑梅复讯了，先后请回。宜兰县长林志标伫廉政署接受14点经过新闻了，透早4点到宜兰地检署复讯。处长，当时啥物代志哈？13早起，宜兰县地政署长杨宗明被再离开县政府，配合有关单位侦办。廉政署人员搜查杨宗明的办公室，外户外界翕，还佫伫窗仔门搭白纸，要提走规箱的资料，包括宜兰县长林志标的官舍甲徛家拢被搜查。宜兰地检署证实，13早起指挥廉政署到宜兰县政府、劳动镇公所等相关的30几个所在进行搜查，并且约谈林志标等相关人员。对于这个案子，因为目前来讲，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针对这个部分，我们县府会全力配合我们廉政署或是地检署我们来提供相关的资料，配合他的一个侦办。宜兰县政府刚刚发生弊案，廉政署人员以被告的身份约谈林志标，并且甲杨宗明、甲劳动镇长王秋玲带回侦讯。镇公所人员讲郑义华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因为我上来上班，我就看到廉政署在这里，那所以他把整个那个他需要的人员他都一直在，他也不让我们去询问啦。公务课有啦，但是也不晓得他询问的内容，他都不让我们去。公务课长在啊。宜兰地检署讲，案件还佫伫咧调查中，继续进行侦讯，因有偌侪人被约谈，目前无方便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新闻，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52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7624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8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6300万例，印度超过3600万例，巴西是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400万例，法国是超过1200万例。即阵全世界疫情滚价拢是因为 Omicron， 若顶礼拜新增加的确定病例超过1500万例，这是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不过死亡的人数无明显的增加。法国即阵一日新增加37万例，另外美国甲英国因为 Omicron 活着的人数，即马刷落来是按算讲可能会大爆发。Ça faisait combien de temps que vous vous sentiez pas bien? 急诊医师替新冠患者问诊，确诊病情。不过病院已经无收治新冠患者的病床，只会当替伊安排转到其他的病院接受治疗。On a moins de lits paradoxalement par rapport à ce qui a été promis, pour différentes raisons, notamment parce qu'il y a des arrêts de travail du personnel, il y a eu des démissions, par exemple sur le service des urgences, il y a eu au moins 70% du personnel paramédical qui a démissionné au cours des vagues successives de Covid. 法国10日单日增加约37万例，各创单日新高，也互病院医疗量能再度面临考验。因为个比头一波疫情爆发时阵，病院人力流失，致使病床数颠倒减少。这间病院大约8成的新冠患者并无注疫苗。所以，法国政府打算推出疫苗通行证，要求前往餐厅也是室内活动的民众需要证明已经注疫苗，上紧后礼拜开始实施。Omicron伫全球摊开顶礼拜增加约1500万例，同款创下史上新高。不过死亡人数并无明显升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虽然 Omicron 症状不如 Delta 严重，依然被当疏忽。This is possibly due to the reduced severity of Omicron, as well as widespread immunity from vaccination or previous infection. But let's be clear, while Omicron causes less severe disease than Delta,
it remains a dangerous virus, particularly for those who are unvaccinated. 另外，英国国民保健署公布，这礼拜新冠住院医人数已经开始下降，各地疫情也在提升。伦敦市已经达到上悬。美国 CDC 也指出，过去一礼拜，全美国住院医人数大约增加33%，死亡人数大约提升4成。不过，两国拢寄望像南非同款，疫情伫未来几礼拜达到高峰了后，就会当有大转好的可能。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Omicron 5月搁到探即阵美国的疫情滚价，美国即马有新增加几若项防疫措施，包括要宣导喙暗一定爱挂好势，而且嘛考虑要增加用 N95甲 KN95即款医疗喙暗互民众，而且逐个月学校拢会拨1000万剂的体检试剂，要扩大体检。北京防疫特别小组12日线顶干部会指出，过去一礼拜，美国平均染疫住院人数增加33%，死亡人数增加4成。未来几礼拜会达到这波疫情高峰。拜登政府真正考虑，让美国人更加简单摕到高品质、防护力更加强的喙暗，亲像 N95或者是 KN95喙暗。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表示，真紧会伫网站顶端更新这个喙暗的防护资讯甲建议，不过袂特别去改变建议，挂倒一种喙暗，因为原以外都是上好的喙暗。CDC continues to recommend that any mask is better than no mask, and we do encourage all Americans to wear a well-fitting mask. The best mask that you wear is the one that you will wear, and the one you can keep on all day long, that you can tolerate in public indoor settings and tolerate where you need to wear it. 奥兰多中佛罗里达大学12日发表伫传染学期刊的研究报告显示，挂喙暗影响人伫讲话加速时阵，喙头腔传播的距离减少一半，是防疫的好物件。因为Omicron变种病毒高传染力，联邦政府加强机关学校在疫情相关的情形之下保持开放。这个月开始会为学校提供500万次快筛、500万次 PCR， 总共1000万次的检测，避免最近芝加哥公立学校老师甲市政府政策倡导煞停课真侪天的问题佫发生。另外，辉瑞 BNT 研究发现，青少年做疫苗了后，能减少94%的染疫转移率。意大利疫情严重的那不勒斯12将17间小学迁做疫苗注射中心，为5到11岁囡仔做疫苗，边仔有志刚穿道具的衫，为囡仔加油。主员还会领到一个奖章。这个总理小资12去国会继续游说大人强制做疫苗法案，和继续派培训师分裂社会。执政的社会党按算3月表决通过这项政策。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那中国天津市的本土病例目前计共126例，即马连带连上海嘛出现 Omicron 的确定病例。中国除了要封城，嘛要停6个美国来回中国的航班，阻挡病毒入境。不过，这嘛对后个月就要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造成影响。中国官方伫13宣布，中药港口城市大连出现Omicron的病例，是一个宁波天津了第3个出现疫情的中药港口城市。辽宁大连在对天津市返大连管控人员进行核酸检测时，发现2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天津自初尾通报出现2件Omicron病例了，疫情扩大，造成国际海上物流延前，或者是转到其他城市。那么全世界前20大港口之一的大连也出状况，恐也影响全球的供应链。中国12新增加确诊190例，河南上最76例，过来是天津41例，第二趟Omicron拢有。居民只能进不能出，每天上午10点左右，蔬菜都准时被送往这里。上海也传出确诊的个案，并且有无症状的病例。后个月初时，北京冬季奥运要开幕，中国疫情正直咧扩大，当局已经下令暂停几落个美国飞中国的航班。除了已经实施的限制国际飞中国载客量只敢会当有75%，并且要求坐飞机进前甲到位了拢爱体检。一看体检的情形，才决定是毋是要减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美国的最高法院今日呼吁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大企业的员工拢爱注意放射，也是接受体检这个命令。这是让拜登是真失望，嘛呼吁大企业爱照做，才会当保护美国人的健康和经济。来关心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瑞斯今日对外表示，伊
伊会去参加后个月要举办的北京冬季奥运的开幕，来传达奥运应该是世界和平的工具这个重要意义。来关心欧盟相关各地今仔日会讨论欧盟头一部防卫白皮书，要用统一外交防卫阵线的方式来打算团结面对中国甲俄罗斯的威胁。再来，咱来关心台北市的和鑫医疗集团是哪亲像涉嫌诈领保险，检方伫昨昏是指挥刑事局分29路去搜索，嘛约谈集团的营运长林书鸿在内有5个医生，也有20个产妇去说明。上新的消息是林书鸿以500万交保。有作假病历吗？诈保吗？保险集团的营运长林书鸿面对记者提问，伊拢无回应。检方是接到检举，讲病院提无老实不实的医疗证明，互生囝的妈妈去保险公司申请医疗给付，也是有诈领保险费的嫌疑，金额有上千万。保险亦是发出声明，表示尊重医生的医疗诊断，绝对无介入去指示医生要求开假证明，讲会全力配合调查。经过审问，检察官是认定这5个医生涉嫌诈欺罪，营运长林书鸿以500万交保，其他4个医生是以100万至30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桃园市长郑文灿讲，今仔日阁有新增加6个本土病例，那这6个拢是银行捐助案，也有瓜友会红可怜案例。那桃园的疫情爆开了后，进入社区，桃园的国校嘛，从今仔日开始提早休寒。外界就咧想讲，安尼敢要全台湾的学校规起做伙提早休寒？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目前是用个案的方式先来处理，不需要全国做伙停课，一切拢是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判断。用餐喽，把你的隔板拿出来。食到时间，食饭隔板搬进岛，本土疫情断开。伫桃园有一间学校，行食饭的时间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先叫大家放食饭隔板。桃园机场感染案扩大，目前伫桃园已经有真侪间学校传出学生囡仔确诊，市政府也宣布公私立国小提早放寒假。不过，外界关心这种做法是不是应该全台湾统一？如果有确诊的个案，那么我们就以比较采取短天期或是2周的这种预防性的停课的模式。以目前的疫情跟指挥中心这边的观测跟了解暂时还是先以个案性的方式来做这个防疫应该还不至于即刻去启动到全面性的停课。教务长潘文忠指出，目前以校园防疫指引采取低天期的预防性停课为主，通知到13拢总6间学校加1间补习班停课，因为部分确诊者的子女采检阴性，所以14确定有2间学校复课。但是2月要举行的大学学测已经采取最高防疫规范，针对学生确诊隔离的状况，拢有相关的因应。另外，原定规划第3月开放非奖学金的华语生入境，也会采取严格的检疫规范。尽管有发生一些确诊的境外生个案，但是因为采取14+7的隔离措施那么对校园来讲还是相对的都能够维护到全体师生的安全。潘文忠认为，各校为了迎接境外生，一定会做好相关的安排，落实防疫。在确保国门安全同时，原来会当让学生囡仔健康进入校园。但是整体的校园防疫规范也会配合指挥中心即时采取因应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的联邦银行分行内底的群组感染持续扩大，为什么会这严重？联邦银行的总行有去调监视器来看，发现病毒的源头，这个胃毒病的人客去分行要开新的口座，有甲喙암摕落来几若摆，其中有1摆是要做身份的确诊，是捌甲喙암留落来，随绑时间短短也毋过共款是去毁掉银行的行员。所以即马为着要保护银行的人权，金管会嘛按算要规定讲，无论安怎拢袂使要求人客甲喙암摕落来。
桃园市中立联邦银行行员演习，确诊人数一直增加。金管会银行局透露，联邦银行总行有调监视器，发现染疫客户到分行开户，为确诊身份，捌提取暗落来，虽然时间短，暗过也是间接传染给行员。所以，请银行公会建议，是毋是伫无提取暗之下确诊客户本人身份，是毋是比较去年5月三级警戒防疫措施？金管会主任黄天波表示，继续观察。我想主要现在疫情还在2级了啊，我们去年有些措施在3级的情况之下所做的，那现在看起来这家银行还算是个案了，我们银行局会密切注意这家银行它整个处理的这个情况，我们不希望员工受到进一步的影响，也希望客户能够安全健康。去年5月本土疫情严重，防疫警戒升到3级，金融业也未少员工确诊。金管会迄时阵宣布，为减少进出银行，民众机构法人透过网络银行免跨行转销手续费，实体 ATM 跨行转销手续费减收2块，鼓励民众使用线顶金融服务，避免面对面交易。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应该要做怎么样的准备，怎么样的回应都有既定的机制。那如果这家银行需要金管会做行政上的协助的部分，我们会来全力的协助他来做相关的因应措施。金管会银行局表示，联邦银行13早起已经敲电话予金管会说明目前确诊人数，甲后续处理，强调各分行无确诊的行员拢应送防疫旅馆，确诊者也送医，也做出相关应应，除了暂停营业，也扩大员工采检。记者综合报道。那银行的人员大家拢挂喙暗在上班，为怎样个会遮尔严重的群组感染？有医生就表示讲，其实钱寄金铺啊物件，大家摕来摕去，摸来摸去，这款传染方式，所以呼吁大家喙暗唔但爱挂好条，而且嘛爱接洗手。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病毒来到前向，尤其长机场群组案，医护员因为到银行办公传染给行员。虽然有挂喙暗，也是突破防护传染。有医师认为，喙暗袂当100%阻挡。若讲喙甲鼻有对症无抓到，也是透过机票啊鼻，也是笑铺顶，拢有可能喂到病毒。手的接触，因为我们到银行办事总要接触到一些纸啊、笔啊之类的。那通常是在银行里面应该是室温啊，室温呢在纸上面大概是几个小时。你笔的这个服务的时候，应该也要喷一下，手要喷一下酒精。即摆银行员因为办公防传染，为医师讲，唔通就是挂喙暗特别去画掉的时代已经过去，其中可能空芳，也是无挂好。烫喙暗的时阵也爱注意，敢是有接触到其他所在，做好消毒防护。你回家的时候，在脱衣服的时候，衣服碰到你的嘴巴、眼睛、鼻子去了，你也可能就这样感染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不要期待不被感染。这种口罩是目前最普遍的，认为说戴好戴满，应该是最好的保障。虽然你可能拿来拿去，但是你就带着心安。大多数民众认为，除了挂好喙暗，也爱注意手的清洁消毒。另外，美国 CDC 正考虑改变指导方针，建议民众挂高等级的喙暗。像 N95 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台湾虽然有1000万外个 N95 喙暗，也毋过大家拢挂会无够，建议留予专业人士甲定吸到高风险场所的人，日常生活其实并不需要。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真侪人拢会博电子烟，也是加热烟，尤其是少年家。也毋过伫国外已经有真侪电子烟造成细胞伤害，甚至是死亡的案例。行政院伫昨昏就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甲禁止食烟的年岁有关到20岁，而且业者嘛袂使卖电子烟。争议都市的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正义办总算出来，除了提悬禁烟年纪，由即卖18岁改做20岁，高修正类烟品定义，禁止电子烟制造、私自卖甲供应，也毋过加热烟列入新类型烟草产品，增订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机制，上市进前也是已经上市，改变成分也是制停时，需要通过审查。那它不管是含有尼古丁或没有尼古丁的电子或者非电子的组合及其元件，那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定列为类烟品哈。那么这前面的禁止包括这些电子烟所说到的制造、输入或者是贩卖
或者是供应。行政院定调，修法禁止电子烟、监管加热烟，因过当年关注烟害防治的董事基金会批评，修法一禁一开。虽然看起来只放行加热烟，因过电子烟甲加热烟的行销通路真侪小塔，烦恼未来真歹管控。董事基金会也指出，国际上已经有真侪项研究显示加热烟含有有毒物质。我们看烟草公司自己，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加热烟草公司自己的网站的报告，他们为了申请在美国上市，他们坦诚他们至少有58种。台湾目前是禁止没有开放的加热烟，他们坦诚至少有58种有毒化学物质。2020年的一个研究独立又发现了4种，所以他们至少有62种有毒的化学物质。董事基金会表示，将继续串联民间团体，提出民间版的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希望由新加坡、澳洲甲香港主张相禁电子烟甲加热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营养高物价，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讲，这个月开始要替公共托育人员加薪水，加4600块。啊，那伫灶骹煮食人员嘛有，嘛是加2000块。托育的机关的人员就表示讲，因为这几档因的福利无啥好，真侪人拢离开，嘛希望加薪水会当甲人才留落来。高雄公共托婴中心一班才16个囡仔配4个老师，环境算袂歹。不过无到2岁的幼囝实在歹照顾。高雄市府宣布要替这的托育人员加薪，对目前起薪3万块，增加到34600块。另外，厨房人员嘛加薪2000块，高算有356人受惠。因为跟准公共化的幼教人员的薪资差距大概有4000到6000元左右哈，那所以造成托育这个人才哈延揽不易，对我们的工作有肯定，那再让我们更有动力去为这个托婴中心去服务。加薪了后，高雄的公托人员薪水就甲台北、新北同款。其实对公共托育中心来讲，这几档确实无法度甲人留落来。幼儿园这块哈，因为调的幅度其实比我们快多了。今嘛嘛是会烦恼讲，好不容易培力起来的这些专业人员，可能怕会是往另外幼儿园这个部分。市府唔但增加托育人员的福利，目前28间公共托育机构，今年要增加到53间。台湾已经连续2年人口负成长，今年阁拄到好年。高雄打造友善养囝的环境，希望增加少年父母生囝的意愿。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有一寡人会讲现代舞咧跳啥拢看无，若家己真是有一个舞团，因就合作看无舞蹈剧团，一起带民众伫庙埕跳现代舞，互大家认捌现代舞。明仔暗7点半，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要带乡亲咱做伙来欣赏现代舞的趣味。庙是台湾人的信仰中心，嘛是传统艺术的表演空间。伫庙埕可能真侪人拢有看过布袋戏、歌戏，但是你敢有伫庙埕看过现代舞？这个庙靠暗红啊，有一个很特色的地方，就是说那个人人都可以跳舞，跟人人都可以参与地方信仰的这个事情结合在一起，只是我们把它提高到了一个表演艺术的层次。因为侪人对现代舞的印象都是看无，所以号名叫做看无舞蹈剧场。因伫家己逐年办庙口暗访，互一般民众来欢喜跳舞，嘛通了解啥物是现代舞。可能1/3的人根本就无跳过舞，嘛无看过现代舞，嘛唔知啥物是现代舞。我是感觉讲，安尼学生啊，安尼舞者是上一流的，不需要先从知识，不用从定义来了解舞蹈。看无舞蹈剧场是2006年由中正大学舞蹈校队所创立，2011年开始由苏品文以艺术总监的身份带领看无行出校园。伊认为，伫无啥物专业艺术资源的家己，职业舞团的存在有真重要的意义。
看无舞蹈剧场啊，伫家己有一个最重要的目标，都是讲这个县市有一个职业舞团。因为当他有职业舞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可以制造的是创业跟就业的机会，他也可以创造的是同好之间交流的机会。看无舞蹈剧场对家己这块土地出发，唔但互现代舞的艺术生态到庙埕，嘛要支持台湾新世代艺术家继续创作，互这项看无的艺术遍地开花。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家己关报道。母鸡推广团体牵囡仔的手行台语的路，昨昏是专工到总统府去参观，而且因阁申请用全台语来导览。真侪细汉囡仔因厝内家庭拢讲台语，甚至有的囡仔敢若听有台语。那用台语来导览总统府，咱嘛对这群囡仔来总统府行一转。但你安怎讲？对，喙暗，吼，来，咱去继续行。喙暗挂好，对导览人员行。大人囡仔做阵用台语进捌总统府。咱这嘛差不多5站头这么悬，这个塔，但是你100年前，伊是全台湾相关的建筑。计共50位大人囡仔13日间申请以全台语来导览参观总统府。因讲台语会使真自然，希望向大家来推广。我7岁了，所以我差不多7年了。甲朋友讲哦，你来参观过总统府。应该吧，村的人啊都伫遐讲，我嘛要去。其实阮会去四界参观啦，但是不管是美术馆啊、博物馆啊，总统府嘛是一个想要带囡仔来熟悉的所在。其实重点是讲，不管阮去什么所在，阮就是希望讲会使有台语的导览。目前这社会大家拢无惯势讲囡仔会讲台语，这其实嘛是一件足奇怪的代志嘛。团体当中有真侪囡仔自细汉就开始学台语，嘛真侪是敢若听有台语，袂少民众拢感觉因真特别。总统府表示，针对导览的部分，负责导览的职工计共有170位，其中40位是负责台语导览，占整体23.5%。其实台语踮咧部分的用词、语词吼，可能甲即马华语的习惯用法会无啥共款。拄咧即个较特别的语词吼，尤其是台语方面的语词，会搁进一步加强的来讲解。互民众会充分的了解这个内容。家长表示，讲台语是真自然的代志，而且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尤其是伫公部门的部分，各种国家语言的导览拢已经有需求。望各种国家语言的需求会使互大众看到。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一般大家拢想讲这羊仔毛是白色的，所以过去黑色的羊仔毛就较无经济价值。毋过这几冬消费者拢认为讲天然的上好，所以黑色的较少，所以黑色的羊仔毛即马就变做上称的。澳洲新南威尔斯省的牧场内底，一大阵黑色的绵羊真欢喜伫草坡食草，较早无人爱，即马真侪人抢。这个价销是500澳币，相当是1万外台票的黑色羊毛毯，一个开始卖就销了了。Demand far outstrips supply. At the moment, it's been incredible, the response, especially from North America. 过去观念白色羊仔毛较好卖，因为染白色的羊仔毛比染黑色的羊仔毛较简单。白绵羊家族生出黑绵羊，那看起来真奇怪，也互人认为无商业价值。毋过全球即马开始介意天然毛草，黑色羊毛商品袂过无人爱，甚至变做流行。苏菲翁仔某决定要饲一阵黑色的美丽糯绵羊。Coloured sheep are building up a reputation for the quality of their wool, which has been a really big focus in our breeding programs. And consumers are certainly looking for a range of naturally coloured fleeces. It's hugely important that we don't contaminate our white wool flock, and there's not that there's anything wrong with black wool, but it's a different market and we need to keep them separate. 但你讲的是有色绵羊甲白色绵羊一定爱分开剃毛，而且剃完毛的羊条一定爱好好清洁，才袂甲黑白两种羊仔毛揽做伙。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世界级的古迹，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导火烧了后，即马当地重建，要搁2冬半才会当修复。法国的电信业者即马是设计一款圣母院虚拟实景的体验活动，用45分钟就当了解圣母院的历史。法国的电信业者 Orange 伫新开选门，设置一个500平方公尺的空间，让参观者透过虚拟实景的牵挂装置。
45分钟的时间，就会当完成重婚圣母院大教堂为中世纪建造初期到2019年后大火烧掉的历史过程。C'est assez impressionnant. Je trouve qu'au départ, on est un peu angoissé. Et puis en fait, on oublie complètement ce côté enfermé parce que l'environnement est absolument magnifique. Par contre, il ne faut pas avoir le vertige. Ça fait quelques sensations assez étranges. 用戏剧影像彰显伫参观者的眼前，除了圣母院本身的建筑之外，也有中世纪开始建造时阵的石窟位的环境。宗教仪式进行的时阵，建筑物内部的景象，甲大教堂塔顶的景观全部立停，也会当选到有知名的建筑大师维奥莱勒杜克，也是前总统迪戈罗将军的声音做向导。这套圣母院戏剧实景体验是由法国一间新创公司 Emis 所设计，50人的工作团队，包括真侪位历史甲建筑学者。圣母院的重建工程预计2024年完工，重新对外开放。伫这进前想要体验这座国际性高级服务的人，开30欧元买一张门票，就会当体验。这项体验活动未来也有计将搬到纽约、罗马、莫斯科等城市举办。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芬兰有一间新创公司研发出上新的食物生产技术，是利用空气、水甲电，就会当生产出新的蛋白质，无农业污染，嘛袂排放二氧化碳。实验室内大大细细机械正在运转，这是芬兰的新创公司太阳能食品以空气来制造蛋白质的实验室。这间企业以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提出的制造太空食物概念，佮结合水、空气、电力之下，生产出一种叫做索林的蛋白质食品。根据知名期刊《自然食品》去年3月发表的研究显示，全球产生的温室气体有1/3，大约180亿吨二氧化碳，是由全球粮食生产系统所排放的。新创企业生产的蛋白质是伫发光器面中由单一微生物开始培养而成的。制作原理类似麦芽酒发酵，透过电力甲水分解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甲水中的氢气，生产出蛋白质。也佫会当看数制作成粉啊，所有过程无需要经过农业手续。加上所有电力来自再生能源的时阵，就会当将碳排放量降到会当讲0。Is that about 1/3 of the climate impact is due to human action is due to what we eat, and about 80% of that is due to animal production. So we need to remove animal from the food supply system to a large extent. Solely nutritionally similar to meat and meat-like products, dairy products or milk, and that is what we want to replace. 根据联合国资料有估，到2050年，全球人口会增加到96亿以上，粮食需求量预计将会增加到60至100%。虽然在气候暖化影响之下，全球粮食生产量有不足的危机，不过这种新的蛋白质素令会当以光合作用的20倍速发角生产，也会当制作出符合太空人所需要的高蛋白质食物。新创公司太阳能食品已经在2021年秋季投资建设生产工厂，预计会当在2023年上半年就开始营运。当年生产400万份蛋白质粉啊，为解决粮食危机做出贡献。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1度；外岛的温度是8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